继续在地人在地情来到屏东的潮州，除了烧冷冰之外，当地还有袂少温状版的小食面哦，像用这个卡马豆酱来炒的客家粿啊，都放一个外号“屏东的都市传说”。也有伫个木瓜牛奶内底来卡一粒青鸡卵，讲互真济巷仔内的外地客拢学落讲真好啉。头家娘真阿萨里用了实在，甲配料下落鼎内底，尾仔搁放主角几啊条，你暗叫是安尼就无啊。要感觉是个酱汁，和香味贵清起来，啊，这是什么酱嘞？不要潮州才有这个红酱而已。原来这是感觉味炒粿啊，规盘看起来美味，吃起来搁酸甜酸甜。吃过这样子的做法吗？没有，它的酱甜甜的。就是这味，和在地人食甲条，佮讲这是屏东才有的，过高明客就完全看袂到。感觉蜜酱加上组团面粉，这手路菜传承三代，真侪人拢是为着这味来的。业者若开店做生意，就无用试试，特别的点心，搁有这味。你一定想讲，啊，这毋就是一杯简单的木瓜牛奶，啊，有啥物通稀奇的？尽量的话把蛋白质删去。搁接搞到一半，加一粒青卵仁，木瓜牛奶加卵，滋味有影特别。大门配方，好食的变个真无共款，嘛正做潮州店家大扛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